美剧《嘻哈世家》男星杰西·史莫里特上月报案称因种族仇恨遇袭，如今案情逆转，被控谎报犯下妨害治安行为重罪。他今天投案后移送法办，获准保释。警方批他为加薪而自导自演。法新社报道，36岁非裔同志演员杰西·史莫里特 （Jussie Smollett） 被控是精心策划一切的主谋，企图煽动大众对种族歧视的痛苦与愤怒，借此炒作知名度。他今天上午投案后遭逮捕，被控向警方谎报遇袭，下午出庭获准以10万美元（约新台币308万元）保释。面对大批媒体不发一语，杰西·史莫里特1月29日向芝加哥警方报案被2名男子攻击后，案情发展峰回路转。被捕的2名攻击者未被控任何罪名获释，杰西·史莫里特更从受害者身份转为被告。芝加哥警方在办案过程中心生怀疑，指控杰西·史莫里特先寄恐吓信给自己，接着策划攻击事件，挑弄美国对政治和种族分裂的不安情绪。据信是因为他对薪酬不满。路透社报道，警方没有透露杰西·史莫里特的薪水多少，也没有指出他想加薪的幅度。法官让他保释并交出护照。芝加哥警察首长强生 Eddie Johnson 在记者会上情绪有些激动，表示嘻哈世家 Empire 男星杰西·史莫里特为了替自己的职业加分，利用种族歧视的痛苦与愤怒。他也生气地指出，杰西·史莫里特玷于芝加哥形象。强生说，杰西·史莫里特付了3500美元自导自演整起攻击事件，过程中还把芝加哥市域一起拖下水，不仅成为芝加哥的疮疤，对芝加哥也非常不公平。杰西·史莫里特先前称夜晚在芝加哥市区行走时，遭2名蒙面男子殴打，不仅辱骂种族歧视和同性恋字眼，高喊美国总统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口号，向他泼漂白剂，还以绳子缠绕他的脖子。然而，警方在尝试比对证词失败后，渐生怀疑。全美一发关注这起案件之际，川普推文直指杰西·史莫里特诽谤他的支持者，那些被你用种族歧视和危险言论侮辱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及数千万人该怎么办？中央社。